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早起到立法院专案报告，敢问讲，这个政府推出着压制炒房地产的措施，是毋是有成效？佮甲问讲，少年人也是买厝买袂起，这到底要安怎解决才好咧？杨金龙讲，其实这是真早以前就存在的问题。伊讲30年前，伊还阁真少年的时阵，伊嘛是买厝买袂起。 这间3000多万，迄间2000多万，少年人嘛敢会使怨叹要安怎？30年前也是一样的啦，包括我自己，我30年前我也是年轻人的时候呢，我也是买不起房子。那后来你买房屋了没？那当然也要就是说，经过一段的期间以后，我才买得起房子。央行总裁杨金龙少年的时无法度买厝，经过打拼买到北市民德国中附近的厝，不过即卖厝价和30年前无法度比，薪水成长嘛和厝价无法度比，即卖少年人打拼感觉有希望。 台湾基本上是它也有一些的基本面啊，在房屋市场方面。 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房价它现在是在上涨的。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实施房地合一的这个法，要在7月实施的话呢，我在想呢，应该对这个房价的一个合理化呢，应该是会有。你很有趣。杨金龙讲，防止炒房的措施无遮尔紧就看会到成效，佫需要继续评估来实践大的正义。路过真长，不过总是已经有较进步。